我这样是中国高中考个奖励老师嘛。đó bữa做咩做咩做咗做咩啊？做咗什麼呀？冇整個做咗差唔多。我自己，你必須地色嘛，我都不一樣。日本地色。哎呀，那你光嘛，这哎呀。然後如果我抽清我，抽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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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见整个人家都老。我试一下就好，试一下。哇，我的答，要，哎，哦，我还有这啥？这啥子讲？是介绍，介好子。你还是这个？你给做的好。是介绍多。照子这个地板，可把子这好一半个出屁股。要带我的，要带我的，哎，这，等一下子。当然也带多，也带。汤嘛，我那个多了，你那么多也带多。带，那。我用这俩字，他的到高这个要老的，哎，烫了多一个。哎，老几岁也带好嘞，也带。我都靠着也带啊，都靠着。还有个，老爷。哎，哪里啊？我们是也带。我们是带别老的啥？是大爷，啥子阶级我惨哦！直接上班不下啊！啊，我就不害但是，长这样做，就都想年人。我讲我到时嘛，就要他都快点找个得了嘛。哦哟！这个多面。要了。没事的。这没人。我说。还在他们一边养着没养哦。哦哟！是摘喽！要过了吗？要过着了吗？只是过别靠吧，不重要。哎是。老弟子嘛，搞好呀！搞了不好搞？我去干干做嘞！只干。只干。但是搞个好啊，我乖，个好搞些，我搞多人。老些当兵。哎呀！啊，được了。